受疫情冲击、生活困顿的民众，你愿意提供免费的餐点？因为这次的疫情这样子来讲各行各业的冲击算是蛮大的。然后又刚好我们几个好朋友就一起发现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外面也知道说很多人都没有工作，然后因为公司的业绩这是那个国内外进出口都停顿了嘛，导致很多人都失业，完全没有收入，都是关在家里。但是呢，你关在家里，我们成人可能负荷得了，但是小孩子小朋友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有的时候有一顿没一顿的，还是说吃泡面啊，吃面包啊，我是觉得这样也是对小朋友也有受影响。有些人惨嘛，我之前我有收入，然后我可以给让小朋友吃比较有营养的还是什么的，但是因为这波的疫情的关系呢，而导致很多人没有收入，然后我们也没有说，我们店家也没有说可以提供说很完善的餐点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提供一顿说让你不会去饿到肚子。我们就把它当成说，我们自己在吃饭，那我今天我本身我自己就少吃了一餐，我的想法是这样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就从发文就开始了。发文是13号嘛？从13号。其实我们店家我们这边平常也不是说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像之前就我晚上嘛，因为我这边营业是分成早上跟晚上嘛，然后晚上营业时间，因为晚上的营业时间只有3个小时而已，一样我们也是有炒一些饭菜起来，但是你的生意不可能说天天都很好还是怎么样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像一些餐厅他们没有卖完的菜如果有厨余，他们一定会倒厨余；没有厨余，他们就是有厨余桶，他们就会倒厨余桶嘛。没有厨余桶的，有的都会直接垃圾桶，垃圾车载走嘛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晚上就是把那一些饭菜那下午炒的嘛，还可以吃嘛，我们就把它装盒装一装了，然后把它送到那个台南中山公园的那个地下街，给那些街友吃。所以平常你就有在做这些事情。对，平常就有在做。吴老板，请教一下，这个你这家店本身也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冲击，那营收大概下滑多少？影响几成？营收差不多50%，真的下滑50%，差了一半，差一半，甚至更多。是。